南州可以出发了吗？宫本宝瑞的国内行程你知道吗？他好像今天会在瑞吉酒店有讲座。怎么了？会议时间推迟，去趟瑞吉酒店吧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宫本先生好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顾南州。クーサ。能帮我再画一张吗？何？もうこれで完成です。悪い。宫本さん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啊，朱建清。泪又在偷偷的配合，像误会把隔阂逼退到了角落，可不懂我们这是怎么了，因为还在闪烁，为了你的许诺，恋恋不舍，所以想念更苦涩。请帮我再画一张吧。彼女が好きですか？你喜欢他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要你陪伴才可以归途到底。原来你推迟会议是为了帮青青要签名啊？毕竟这画是我弄脏的嘛。我真羡慕青青，有一个像你这么好，事事为她着想，把她放在心尖上的男朋友，就连吵架了也会默默为她做这么多事情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要是有一个像你这样好的男朋友，我都不忍心跟他吵架。只可惜我的运气没有青青好。你要是想找男朋友，我可以让小川帮你多留意一下，多给你介绍一些合适的人。